做伙做礼拜。咱伫礼拜前，咱嘛做伙来练习今仔日咱要吟的遮个圣诗。第一首是圣诗33首，圣诗33首。天顶阿爸真正慈悲啊！咱先琴先弹一解，咱来听即个旋律。拢真挂虑，互咱要食啥物、啉啥物，咱的生活要安怎过？但是吟即首圣诗的时，咱就来勉励家己，天顶的鸟只、地里的遮个花草，拢有上帝咧养饲因，所以咱嘛会当真实来倚靠伊。互即首诗歌第一节的上尾迄个是第一节是随伊吹，吼，随在伊吹，吼，毋是缀伊吹，是随在伊吹。好，来，咱搁来练习。第二首的诗歌，第二首咱是较熟的诗歌，圣诗373首，咱请琴弹一解。
领节，求主你有意永远，那应真心得你，所点应讲的所在，你情路保袂去，到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跟我主，愿你常常跟我主只好朋友。第四节，存我看你的脚脚，若无毋敢去行，我亲爱的弟弟，靠你手为得食，主就因带祝福我，有七天到一时，后来的天接纳我，只好朋友是你。这首诗歌最后有阿门，这就是咱的祈祷，咱的日子。所以，望虽然咱的兄弟姊妹即时较无方便出门，咱嘛无法度做伙伫教会做礼拜，但是咱将咱每一个家庭拢变做是教会，互咱敬拜俄罗声伫每一个家庭来响起，来敬拜上帝，献互上帝。我相信惊吓会无去，魔鬼会退去。我相信上帝甲咱同在，享受咱真实的平安。只是咱要安静心、备万心，咱要开始咱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
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全地着向上主唱歌，着向上主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的奇妙所做的所做。因为上主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三甲来吟诗侮辱上帝，圣诗33首，圣诗33首，请起立。这是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面启应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4篇。启应文第24篇记载伫圣诗第1041页。启应文24篇，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请同心来祈祷。慈爱天父上帝，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
是咱人类行伫黑暗路顶的明灯。愿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头前，带着诚恳的心来敬拜你。愿满心阿罗你的慈悲甲大能，献上阮的祈祷，祈求你愿意听阮的祈祷，为人类，为这个世界，为阮的国家社会，甚至为着阮身边的人来显现你的大能，指引阮未来的方向。天父啊，宇宙万物因为你的掌权，会当各安其位。你特别赐予人智慧，予人会使对万物的经过对万物的观察，体会你的大能。因为你温赐的聪明，建立各项科学，但是阮有罪，阮忽略伫科技无适当的运用之下，会甲人类带入去自我毁灭的路。人类大量的消耗天然资源，互咱的地球进入一个无法度转变的变化。咱的温室效应甲臭氧层的损坏，互人类随时爱面对着气候的变迁，造成的天然灾害。人类对天然资源无适当的开发，也造成原来无应该进入人类生活的病毒，来影响咱的生命。阮相信过去1年半以来，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主你要提升阮人类自我反省的一项工具。主啊，阮必须爱在你的面头前谦卑认罪。在疫情的期间，阮看见家己的无知，看见家己的自私，也看见减少使用天然资源，颠倒慢慢恢复生机的地球。在疫情当中，阮毋单见证了你的大能，也看到你对万物的慈爱。主啊，即马阮所处的世界，甚至阮所在社会，四界拢充满着仇恨甲对立。阮真了解，仇恨甲对立是魔鬼设立的陷阱。伊的目的是咧引诱阮，袂记你基督所身体力行的教导，也就是听甲接纳。阮实在有罪，虽然阮了解这个魔鬼所设立的陷阱，但是阮也是常常深深陷伫其中。主啊，我恳求你会当允许阮反省的能力，互阮有机会会当脱离对立甲仇恨的陷阱。但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仇恨甲对立，往往是领导人有意无意之间所造成的。主啊，阮诚心恳求你会当赐予所有的领导人，会当有教育的智慧，阮时时常常会当想着人民，会当时时常常以消灭仇恨甲对立来做因家己的职责，用行动来显明基督所教导的听甲接纳。主啊，阮也请求你会当用阮，互阮真切去实行基督的听甲接纳的教导，互这个社会逼分有弥补的机会。亲爱的主啊，阮也要为教会来祈祷，愿你时时会当降临阮的教会，看顾教会各项事工，特别是咧疫情这个中间，教会常常需要用视讯来甲所有的会友做沟通，所以请上主会当帮助教会事工，在你的看顾之下，一切拢会当顺利利。我也希望你会当指引所有的会友，在疫情的中间，会用在厝内底好好做灵修。在灵修的学习了后，真切去执行因爱做的祈祷，甲有意义的读经，来提升每一个会友属灵的生活甲生命。主啊，咱即马咧聚会中间，求你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粒平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进入我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愿拜咧以上的祈祷，
真心恳求你的接纳。即马，阮也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30章第6节到第9节。经文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92页。出埃及记第30章第6节到第9节。你着用弹下伫我近法柜的场里前，伫法柜顶收阮所的头前，就是我要甲你相会的所在。阿伦伫弹顶着烧芳料所做的香，逐早起伊整顿顶的时，着烧伊；到黄昏，阿伦点灯的时，也烧伊，是做恁逐世代常常烧的香，伫耶和华的面前。伫即个坛顶，毋通献别户的香，也毋通献烧祭甲素祭，也毋通灌点伫伊的顶面。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你的身上有香味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的身躯敢有香味？你讲有啊，我逐工拢有洗身躯呢，嘛有嗅香水呢。其实咱只要用一点仔物件，就会当互咱家己闻起来是香讲讲。但是今仔日要讲的，毋是外在遮会互咱闻起来真香的物件，咱要看的是咱的内在。咱的内在敢有基督的香味？就亲像哥林多后书2章15节所讲，因为对伫上帝，愿伫得救的人的中间，以及沉沦的人的中间，做基督的香味。但是为什么会用香味来形容？就是因为甲今仔日出埃及第30章这段经文非常有关系。今仔日这段经文是讲到烧香，这可能咱讲到烧香，一个就互咱会想到伫民间宗教的信徒，因去到庙里，然后野香伫遐拜拜情形。但是圣经内面的烧香，甲咱伫庙里看的迄野3支香，然后插伫香炉的迄款烧香是无共款的。照30章第1节到第6节的记载。这个香坛应该是安尼一个形状，然后这个香坛是放伫至圣所，隔开至圣所的场里的外面。另外，因为伊规个坛是用金仔包起来，所以也有另外一个名是叫做金坛。所以咱看到这个香坛顶面有4个角，这敢有互你想到，伫圣所内面嘛有另外一项物件，嘛是有4个角的。就是祭坛，但是这个角毋是为着设计好看来做的，就是当这个祭司因伫献赎罪祭时，会将动物的血抹伫这个祭坛也是香坛的角，表示罪得到赦免。另外，若有罪的人用手去摸这个祭坛的角，伊无论犯什么罪，拢会当消除。所以这个角表示上帝赦免。另外，这个香坛所烧的香嘛有特别的做法。这个香是用一寡真贵重的香料所做的。要烧香的时，就摕一寡，然后磨做粉来烧。是什么时爱烧这个香呢？第6节到第8节有甲咱讲，阿伦伫坛顶就烧香料所做的香，逐早起伊整顿灯的时就烧伊，到黄昏阿伦点灯的时也就烧伊，是做恁逐世代常常烧的香伫上主的面前。所以咱会当伫遮看到
会当烧香的，只有是大祭司才会当做。伊每一天早起也是暗时入去圣所点灯的时，也着爱烧香。但是为什么爱烧香咧？咱先来看一段经文，伫创世纪第8章，伫记载伫大水了后，阿伦伊去拿阿去一座坛来献予上帝，然后上帝闻伊的香味，心内就讲：我无过因为人的缘故救做地。咱看见上帝爱人用敬虔的态度来献上，互伊欢喜的祭。但是这段经文，互人看起来，敢若上帝真爱闻香，当伊闻到香，人要做甚物就会当啊？敢是安尼？人敢会当用物质来讹洗上帝咧？咱搁看另外一段记载伫以色列先知时代的经文。当时以色列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因学习外邦人有真济歹的风俗，亲像将囡仔杀死来献祭。伊嘛想讲，我若献好的祭物来讹洗上帝，互上帝欢喜，无看我的罪。但是因所献的祭，互上帝谴责。上帝责备因的献祭是啥？是恁是伫献激我生气的礼物，也伫遐烧芳芳的生礼甲焦电。所以以色列人想讲用香的祭来献予上帝，上帝就袂看见因的罪。但是上帝毋是爱闻香，人若无用敬虔的心甲合宜的态度，搁献外香的祭，上帝嘛无爱滴。但是兄弟姊妹，咱伫看这段经文的时，会想讲，我即马也毋免来烧香献祭。这个烧香的规矩，甲我有啥物关系咧？我想今仔日我要用2个方向来甲咱做伙来分享。第一，咱来思考这个香对咱来讲是甚物？咱会当来看启示录第8章3节到第4节的经文讲，有一个天使来徛伫祭坛边，摕金香炉，有侪侪香互伊，通掺伫正圣道的基督，伫座位前的金坛顶。香烟甲圣道的基督对天使手献到上帝面前。伫这段基督有讲，正圣道的基督亲像香的烟、香的烟，直直献到上帝面前。所以兄弟姊妹，咱即马咱嘛伫献烧香互上帝，伫上帝面前。但是这毋是伫烧香咧，咱看会见的香料，咱是用基督。咱的基督要亲像香传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欢喜。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咱的基督，咱的基督敢亲像上好香料所做香，会当献到上帝面前。有一本册叫做《理发师学祷告》，这本是绘本，内面其实是用马丁·路德伊教示人安怎祈祷最主要内容。毋过，伊是透过一个老爸甲查某囝的对话来做开始。这个查某囝问伊的爸爸讲：“爸爸，你的祈祷真水，但是我的祈祷非常简单，也无真神，我家己拢歹势大声讲出来。”这个爸爸回答伊讲：“德兰尼，我了解你的感受。爸爸细汉的时嘛，甲你同款。我敢若会祈祷讲：啊，上帝，我要困啊，求你保守我的灵魂。也是我敢若会祈祷讲：亲爱的上帝，求你祝福我的爸爸妈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其实兄弟姊妹，咱大部分的人的祈祷敢嘛是安尼咧？但是这敢是会当献做香来献予上帝吗？也是咱献的祈祷，只不过是咱家己的私心。如果咱是将祈祷来当作香来献予上帝，咱就应该献上更较好的祈祷的品质。但是我毋是讲咱爱真敖讲话，嘛毋是讲咱爱伫祈祷内面应用真侪的圣经，甲是好的品质。这个品质是出在咱的心。
当咱改变咱的心，咱的祈祷会搁较开阔。所以，伫另外一本叫做《祈祷第一课》的册内面，伊有提到几点，咱会当安怎开始咱的祈祷？就是咱爱大心来调整咱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时有真侪时间，咱拢伫厝里，咱无法度出门，咱是毋是就会当来学习即个祈祷的功课？有可能伫你过去的祈祷，你可能甲即个囡仔德兰尼共款，拢是照章行事的祈祷。但是咱是毋是会当趁即段时间安静落来，调整咱的态度？第一，祈祷是咱甲上帝的三堵，是一个真深的关系，是袂当强求袂过来的。咱来想，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互相的。如果你一工用1点钟祈祷，但是其他23点钟是上帝在拍你的门。但是你甲上帝讲，上帝歹势，我无时间。咱若是安尼的态度，咱哪有好意思来埋怨上帝无出现、无回应？其实是咱家己缺失伫即个双方的关系内面。第二，咱搁爱较感谢上帝，无伫祈祷的中间出现，因为咱拢是按照家己的欲望、情绪伫遐来祈祷。甲上帝旨意有当时是互相违背，安尼时咱是要安怎来到伊的面前咧？所以当上帝无伫回应咱的祈祷的时，咱毋是埋怨，咱较爱来反省咱家己祈祷的态度敢是正确。第三，你的祈祷是关系到你所关心的人，还是代志，还是物件的时，这表示上帝对你来讲非常重要吗？也是可能你家己是感觉即个代志对你有一个迫切，你才祈祷。有当时咱一直想要伫祈祷中间来向上帝讨物件，但是咱无想到讲，我要伫祈祷中间来亲近上帝，来入捌上帝，来得到上帝伊家己。所以咱若是一直想要爱摕物件，这敢是一个真健康的关系。但是咱爱用谦卑的态度来向上帝来祈祷。咱来想看卖，伫新约圣经内面，伫耶稣面前遐个病得到医好、罪得到赦免的是倒一款的人咧？是遐个徛伫街路大声祈祷的法利赛人吗？也是惊甲干那加起摸耶稣的衫具的这妇人人咧？第五，咱爱伫上帝面前完全来卸除咱的武装。完全的透明，因为咱无法度向上帝来隐藏任何代志。第六，问咱家己，这个祈祷真正值得献予上帝吗？也是这个祈祷是我个人想要讲的话尔？这个祈祷敢有触动我家己的心？我投入到什么款的程度？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祈祷进前，咱会当用这几点来检验咱家己祈祷的态度。无人生落来就会晓祈祷，咱人自私的本性嘛，干那会想到要替咱家己来祈祷。所以咱伫祈祷这项事，咱一定爱学习。伫今仔日的周报内面，我有请苏国贤长老提供伊伫5月16号迄天书会的祈祷文。迄天是咱教会停止实体礼拜的第一个礼拜。当我坐伫教会的3楼入口的时，看到规个空空的礼拜堂，我内心非常忧闷。但是当我伫遐听国贤长老伊的祈祷文的时，我的目屎就流落来，因为透过伊对上帝的懊恼，互我对即个疫情的惊吓甲不满拢总过去。此大的是，我相信无所不能的上帝要在掌权。透过伊带咱做伙认罪，嘛互我看见家己的软弱，甲对上帝无信心。所以，一个诚心实意的祈祷，是会当带人进到上帝面前，就亲像即个真芳的香献到上帝面前同款。第二，这段出埃及的经文讲到祭祀的烧香
是早起时、下昏时拢爱烧，互即个圣所不断来保持有一个香味。这互我想到一项物件，就是定定有人会讲到的基督的香味。基督的香味，即个讲法是对保罗出来的，就是保罗写批互哥林多地区的信徒。保罗是用一个例来形容基督的香味。伊用一个镇压对敌的罗马将军凯旋转来罗马城来形容。迄时，毋若是民众徛伫路里，伫遐来迎接欢迎即个军队转来。伫即个将军要出现进前，嘛有几种的队伍来替伊来开路，亲像有分扫角的，然后是伊抢来遮战利品。也是伊所掠的这败将列队来行过，然后有罗马神庙的这祭司摕即个烧香的香炉，所以规个街路拢是香的香味。搁来，则是即个将军带伊的军队出现，接受民众的欢呼。即保罗用安尼一个情形来形容基督的香味。即保罗讲。打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用阮伫逐所在显明伊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香味。对即个将军，甲对伊的军队来讲，烧即个香表示庆祝，表示胜利。但是对遮互掠做是奴隶的人来讲，即个香的味，毋是一个香的味，即个香的味表示因特别接受的死亡。所以保罗用安尼情形来说明，对十字架顶死搁活的耶稣，就好亲像是即个镇压的将军。咱遮的军队伊的人，就是军队伫伊后面的军队。当为着要庆祝即个胜利所想的香传到即个将军的身上的时，咱遮军队的人嘛会沾染着一寡香的香味。所以保罗才接续15节讲，因为对伫上帝，愿伫得救的人的中间，以及沉沦的人的中间，做基督的香味。所以兄弟姊妹，咱会有基督的香味，毋是咱家己做了偌好，毋是咱发出一个好人。善人的香味，毋是咱家己，是因为咱有耶稣，是因为耶稣的香味，互咱嘛当得到即个香味。另外14节嘛有提醒咱，爱捌基督，才会当得到即个香味。伫圣经内面，捌认捌，毋是粗浅认捌对方叫什么名，就叫做认捌。即个认捌是一个互相的关系，甚至圣经拢是用夫妇的关系来形容认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伫遮讲，毋是所有基督徒拢会有基督的香味，只有真正认捌耶稣、愿意跟在耶稣脚步的人，才会有基督的香味。兄弟姊妹，有基督的香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第一，这个香味毋是为着要互家己骗了事实，这个香味是要互别人骗的。保罗伫第2章14节有讲到，讲显明迄个对捌基督才有的气味。而且讲到显明，就是讲咱这个基督的香味是爱显明出来，毋是家己骗的。所以基督徒毋是秘伫厝里，家己读圣经敬拜就好。咱爱伫甲人的关系内面显明基督的香味。所以无论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你甲人的直接，拢爱显明迄个基督的香味。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时代，咱虽然无法度出门来显明基督的香味，但是咱会当用电话。来也是参加线上的聚会，来关心人，来产生这个结连。咱会当互一个人一个电话，一个问候，
伫即个人的心内，伫伊真惊吓、乖伫厝里学袂想的时，咱一个问候，就亲像是基督的香味来传互伊。所以咱会当想看觅，伫厝里无法度出门的时，咱要安怎来显明即个基督的香味，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第二，会用香味，就是伫形容即种味是互感觉真美好、真适当的。亲像有当时咱边仔若经过迄种嗅真侪香水的人，咱嘛感觉真无法度忍受。所以，即个香味是人感觉真美好，是会当感觉讲人真爱接近的。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咱的行为敢是人爱亲近你的，也是人拼命要闪避的？咱是学习耶稣的模范，也是咱显露出迄个真骄傲、自私、嫉妒、自卑、贪心、爱计较，才会歹的臭味咧。互边仔人无法度对咱的信仰来看出一个好基督的香味是甚物？当然，咱会讲，哎呀，信仰是咱爱自信看上帝，毋是看人的。当然，但是袂当否认的，人看袂到耶稣，因看的只有咱。如果咱无有好的一个款式，就是互主的名来受侮辱。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咱伫世间人的面前，咱爱成做上帝上好的作品。当别人看到咱用宽容、用仁爱来对待别人，当咱看到咱有信心会结的果子的时，虽然伊毋知影什么叫做信心，但是伊会感觉信耶稣的人真正好。所以今仔日关系即个烧香的经文，我请咱来思考咱家己的生活，是毋是一个会当吸引人来认捌耶稣的生活？敢会当吸引人？毋是出在咱敢有能力，毋是出在咱的学历、地位有偌悬。咱来看耶稣就好。耶稣生命的香味，毋是干那伊会当医病赶鬼那尔呢？咱看见耶稣，伊体贴、用心来看出人真实的需要。另外，耶稣嘛毋是亲像遐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敢若会晓讲一寡人做袂到的律法教条，耶稣是用生活逐种的层面来讲人听有的比喻。所以耶稣的生活方式是显露出迄个互人愿意来亲近的迄个香味，并且即个香味无因为耶稣上天，无伫即个世间就消失。即个香味透过历世历代愿意跟缀伊的人。即个香味继续显明出去，所以兄弟姊妹，咱互相来勉励，透过祈祷，将咱对上帝的心意，亲像香传到上帝面前，并且透过真实认捌耶稣，时时保持基督的香味，互人透过真实的性命来看见耶稣。当咱有一个真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毋是假出来迄个宗教行为。我相信，无论伫什么处境，咱拢会当真安然自在。别人嘛会当对咱的内面看见迄个平安的源头。最近，咱若伫网络有看见一个查某囡仔的祈祷，我感觉即个祈祷真水，所以咱透过一个查某囡仔阿爷伊的祈祷，咱做伙来学习祈祷。Hey guys, my name is Aya. Close your eyes and pray with me. Dear Papa God, I know you're there and Mama says you'll listen. I'm very small and I'm sorry because today I will ask you for a little more than love and thoughts. Today I pray the victims of COVID-19, those who died and those they left behind. Please, Papa God, watch over the children who lost their parents, the older ones who lost their kids, and everyone who lost a family member or two. Please embrace them and make
loved ones, to hug them again and not cry anymore. Pray for those who has no home, for those doesn't have money to feed their family anymore. Please bless them so that they will not lose hope. I'm praying for the doctors which themselves every day,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ave lives. The nurses who are working non-stop to help their patients feel better. The hospital staff who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help. Papa God, remind them to eat, rest when they can. I pray for the military and policemen who are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make sure we're safe inside our homes. Keep them strong because they are out there to keep us safe in this fight. They are all our superheroes. Bless them because it takes a lot to be a hero. I ask Papa God to become one and help each other to stop this bad greed so that we can all go back to normal. So that those who are away can finally go home, be with their family. But God, please heal the world and protect all those who are fighting to save it. We will not lose hope because we know in your nam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Amen. 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这段烧香的经文提醒阮，阮着爱将阮真实的祈祷亲像香传到你的面前。特别伫即个时代，主，阮虽然无法度来做甚物，但是阮会当做的就是祈祷。恳求你帮助，互阮每一日会当为着阮所处的即个世界，阮身躯边的机体，阮的厝内的人，也是阮所关心的事。上帝国，主，阮将这些拢放伫阮的祈祷内面，亲像香的祭献到你的面前。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阮会当有基督的香味来祈祷，帮助阮真实来认捌你，互阮因为认捌耶稣，阮的性命会产生香味，会当去引人来认捌你。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73首，圣诗373首，请起立。向光我。
你的家万国，只好朋友是你。请坐。消息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哈，第178页。周报咧咱迄个 Facebook 顶头哈，拢有哈，会使掀开就尽量掀开。消息报告，周3的基督会社青小组，甲周6的查经班，即马拢改做线上哈来举行。遗体关怀部分哈，有好消息啦哈，咱陈思豪弟兄哈，陈信景长老甲王佩金姊妹的大公主，甲严安怡姊妹，在5月24号哈，生一个后生，真恭喜。过来哈，我这边可能爱甲各位小报告一寡有关防疫上面的事情哈。因为这用台语来讲较无认同，我用华语来给大家报告。这个最近哈，这个疫情看起来有很多的案例哈，看起来都是在密闭场所聚集，或者是家庭聚集性的感染哈。所以，我就想到之前我在一个加州的朋友，他在加州也开了一个很大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他们在整个美国大疫情的期间，他们非常切切的执行一件事情哈，就是他们在室内的聚集尽量减少，包括员工餐厅他们停止使用，共同的娱乐场所他们停止使用 ，OK， 使得这一家公司，他的公司在整个大疫情里面，他们整个公司100多个人。里头只有3个人，那个受到感染，所以事实上在密闭空间里面的聚集，能够尽量减少或避免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必要去的这个密闭空间能够尽量少去。那如果你真的有去的话，回到家里头，请各位要切切的去遵守该有的清洁的事项包括洗手等等相关的事情。那也特别对年轻人年轻的会友们提醒一件事情。那各位在那个回到家里头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是自己家里头，所以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家里头有比较年长的人的话，因为现在年长的人是比较高危险群所以回到家里头，除了自己的清洁之外如果年轻人能够戴上口罩比较好。如果家里头有长者的这个年轻的会友们能够戴上口罩会比较好。而且在家庭一起用餐的时候可能不要太执着于全家在同一个餐桌上面一起吃饭这个可能要稍微避免一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可能要拉开。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拉开，但是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聚合着。各位愿意把自己的清洁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表示你愿意去好好的疼爱你的家人，避免他们因为个人的不小心而引起家人不必要的这个感染。所以这个部分请所有会友能够拜托一下这个在这段疫情比较紧急的期间，各位能够尽量的遵守。好，咱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好，咱真恭喜，搁一届恭喜思豪甲
安姨来做爸母，嘛恭喜信静长老甲裴静姐因做阿公甲阿嬷，吼，恭喜上帝祝福恁即个新的一个家庭有囡仔的出世。吼，咱即时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带因的兄弟姊妹，吼，为着美兰姐伊伫拜四有进行即个乳癌的切除的手术，吼，拢真顺利。咱为着伊术后的复原来祈祷，那么为着随明兄。义国兄、俊生兄，因要伫陪伊，恳求主会当来带领。那么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张老师、钟贵兄、雨婷、明珠姐、庆和兄、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佑庄兄、李雀老师。加何者来祈祷，好，咱嘛恳求主会当来保守咱诶，即个台湾，互咱的疫情真正会当紧紧来消除即个紧张，吼，嘛保守咱的医护人员，嘛恳求主看顾即个世界，即个世界也有真济国家嘛伫受苦，咱恳求主的拯救，互咱即是为着咱的集体，为着咱的台湾甲即个世界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互相成做肢体。伫软弱时，阮有肢体互相来代祷。阮感谢你，伫阮内心真软弱时，阮相信有人伫替阮祈祷。当阮身躯病痛时，阮也相信兄弟姊妹用祈祷伫支持、伫关心。主，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互阮会当伫每一个人的家庭聚会时，阮的心要组织做伙。阮组织做伙替遮个病痛、伫病院、伫处理疗养兄弟姊妹祈祷。主，恳求你帮助，互阮虽然无法度去看顾因、探访因，总是阮的祈祷内面时刻有因。主也帮助阮的台湾，互阮无因为即个疫情惊吓，互阮会当安静，也互阮伫即时会当知影上帝你要爱阮学习的功课是甚物，帮助阮谦卑。帮助阮祈求你，也帮助阮遮医护人员，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帮助遮染病的同胞，互因紧紧恢复健康。真侪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恳求你安慰。主，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即个世界也有真侪的国家也共款陷入伫即个病毒的中间。主，阮真正是恳求你的怜悯、医治。就亲像他拄仔即个囡仔的祈祷共款，就互阮会当互相来帮助，互相来鼓励。阮知影，阮要对抗的是病毒，就帮助阮学当超找你。就阮将阮的兄弟姊妹，将阮的台湾世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引带带领阮。新的一个礼拜，阮也有新的愿望，恳求你时刻甲阮同在。因为阮相信，即个愿望不在伫即个环境的变化，即个愿望在伫国外的主耶稣。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三甲来吟圣诗401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转你主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